大家好，今日大年初一行個大運，去橫湖出嘴摸鬼手。首先喺烏蛟騰出發，沿華湖徑先上馬年第一支標高柱馬頭峰，之後去赤馬頭、雞仔洞、大洞、觀音洞，再向住出嘴嘅方向去鹿湖洞、跌死狗、鳳凰頭、鳳凰窟頂、鳳凰尾、八角山、昂莊山、大嶺落去黃竹角咀滾邊去摸鬼手。摸完鬼手之後，再沿路上返大嶺嘅山路，再行到鳳凰頭嘅分岔路，然之後行另一條山路出返去橫湖徑，再順走橫湖徑經鵝髻頂、虎頭沙、三山門、長排墩，最後沿住船灣淡水湖嘅副壩、主壩行到大美督完成行程。全程最少30公里，最低消費10小時，即係最少要行10個鐘頭。早晨啊，而家係凌晨嘅4點53分，喺九龍塘港鐵站往上水方向嘅月台，因為港鐵今日通宵行駛啊，所以我哋先可以咁早嚟到大埔墟站，再轉搭最早嗰班20R 專線小巴，搭5點40分開出嗰班車入去烏蛟騰。我哋已經喺尋晚準備好3星嘅水、飯團同麵包等嘅乾糧，因為知道咁早乜嘢都冇得買。等咗一陣間，頭班車順利準時開出。清晨6點16分嚟到烏蛟騰路嘅盡頭，印洲塘郊遊徑嘅入口。而家天未光啊，所以影得唔係咁清楚。即係我去 Q 標嘅第45集，去吊燈籠嗰個起步嘅位置。橫過咗條石橋之後，左邊係去吊燈籠嘅方向。如果想去洗手間嘅，嗰邊有個公廁。今日我哋就行右邊，接住就轉上左邊嘅船灣淡水湖郊遊徑，簡稱橫湖徑。我哋先順走橫湖徑 C2601 行到 C2613， 就要轉入摸鬼手嘅山路。每支標距柱相隔大約500米，咁即係話我哋喺橫湖徑行7公里就要留意左邊嘅山徑入口。天文台話今日間中有1-2陣微雨，我哋坐車入嚟嘅時候冇雨，一嚟到烏蛟騰就有啦。啲雨仲越落越密，不過我估都係落一陣嘅啫，唔緊要啦，水為財啊嘛。又喺海拔高90零米烏蛟騰嘅起點，行咗1.4公里，攀升200米，喺6點55分上到嚟馬年嘅第一支標高柱，高海拔295米嘅馬頭峰。上到馬頭峰剛剛好天光，不過都幾大霧下，未能夠望到風景，有啲可惜。咁放條早前好天嘅時候影嗰條片俾大家睇啦。好啦，而家只係行咗1/30嘅路，唔好咁快休息住，要馬上繼續行，向下一座山赤馬頭進發。目前啲霧依然未散，好抱歉未能分享到沿途嘅風景俾大家睇，唯有分享住路況先啦。今日我哋行呢個橫湖出嘴摸鬼手，係屬於極高難度行山路線，係4大行山考牌路線之一。難度在於路途遙遠，而且要連續上上落落超過30個大小山頭，仲需要滾邊先可以去到鬼手岩，極度考驗體能、耐力同意志。天熱時行係非常之危險。7點35分行咗接近1個鐘頭，不知不覺經過咗赤馬頭都唔知，就已經行到再之後嗰座山，係今日行程最高嘅位置，高海拔311米嘅雞仔洞。呢個山字部再加個同字嘅字，有人係讀個同字，亦都有人叫個洞字。以往我介紹啲行山影片係叫洞，例如喺大欖嘅桃坑洞、大嶼山嘅流花洞、大斜洞等。
所以我照叫返呢度係雞仔洞。行到橫嶺坳嘅 T 字路口，跟指示牌嘅方向行。暫時行咗4.5公里，路況都係正常一般郊遊徑嘅路，條路好闊，點樣行都得。喺初段嗰度，一下子要上291米嘅馬頭峰吃力啲之外，跟住過嘅291米赤碼頭、311米嘅雞仔洞，同而家行緊過去298米嘅大洞、303米觀音洞之間嘅坳位，上落幅度嘅差距都唔係好大，所以行過咗都唔覺。嚟到高海拔298米嘅大洞，另一邊路可以落去下苗田出返去烏蛟騰。我哋向鹿湖洞嘅方向繼續行。由馬頭峰至到鹿湖洞嘅路段係可以望到吊燈籠、印洲塘一帶同整個船灣淡水湖嘅景色。無奈現在依然仲有霧，希望個太陽再升高啲，啲霧會散啦。早上8點30分，行咗接近2小時，到達303米嘅觀音洞，再經過標距柱 C2611 之後，見到砌得好整齊嘅石屎梯級，一直落大約下降84米嘅紅石門坳，然之後再攀升100米鹿湖洞前一座嘅山頭，高海拔261米嘅石崖頭，呢度就行得比較吃力啦。注意，當見到 C2613 標距柱石崖頭嘅位置，再落一小段就差不多要轉入出嘴魔鬼手嘅山徑。9點11分嚟到鹿湖洞，唔出嘴嘅就繼續沿住環湖徑出大美督。我哋出嘴就行上呢嚿石頭轉入呢條山徑。一踏入咗出嘴嘅山徑，路況好明顯唔同晒。雖然都仲清楚見到係條路，但條路已經窄咗好多，變得拗教咗，因為已經離開咗郊遊徑啦。以下路段係啲好自然嘅原始山徑，難度會增加咗，部分路段可能要穿林。踩過一段大石頭上山嘅路，暫時行咗7.5公里，喺9點28分嚟到高海拔295米嘅跌死狗。跌死狗個頂係冇標高柱嘅，望出去依然都係白蒙蒙一片，睇唔到景就繼續行。落山嘅方向比較陡峭，都需要手腳並用。呢度有好多奇形怪狀嘅石頭。而家我哋落緊山呢個位置有嚿大石，好似個狗頭，而且山脊嘅斜度都幾斜，要好小心爬住上落。如果唔係就會跌死，所以呢度就叫做跌死狗啦。我哋落山落到一半時，啲霧開始散，隱約都望到附近啲山脈。回望跌死狗嚿狗頭石，大家覺得似唔似呢？落到跌死狗同鳳凰頭之間嘅山坳位，開始要穿林。雖然雨停得七七八八，但兩旁啲植物嘅葉晾住咗好多雨水。我哋行過就將啲雨水揩晒落自己條褲度，條褲好快已經濕到冧晒，連條底褲都濕埋。留意有好多絲帶喺度。重要嘅分叉位，陣間出完嘴回程時，行呢邊出返去環湖徑，呢度亦係想撤退嘅最後機會。其實真係有一剎那想放棄，因為除咗條褲濕晒，目前啲高過人嘅植物儲咗好多雨水，行過揩到兩旁啲植物時，直頭好似花灑咁兜頭灑落嚟，同埋而家只係行咗8公里嘅路，個膝頭就已經開始有啲痛。但諗到出嘴隻鬼手，已經話想佢好耐啦。
而且有幾崎嶇、幾拗教嘅山路我都行過，環繞香港島行一個圈有成60公里，我都完成得到。而家來都來了，所以我同自己講唔好放棄，向住鬼手嘅目標繼續行。11:02，行到高222米嘅鳳凰窟頂，呢度望出去係印洲塘嘅一帶。回望返之前行過嘅山，最尖頂嗰座山就係跌死狗。呢邊係吐露港嘅海口同西貢嘅方向。我哋接住過嗰幾座山唔會高得過而家呢個位置，所以行前些少應該可以望到出嘴前要經過嘅餘下山頭，好清晰望見鳳凰尾、八角山、昂莊山同大嶺。之後就喺大嶺嗰度落去裙邊，望到風景，心情都好咗好多啊！同埋而家嘅路明顯多咗橙紅色，係因為鐵礦物喺炎熱氣候下氧化成型。香港有4大行山考牌路線，公認為難度極高、極具挑戰性嘅遠足路線。屯門嘅杯靈雙渡可以順利完成，西貢嘅一尖三咀過4彎，我只係行咗一尖、一咀同4個彎。一尖即係蚺蛇尖，一咀淨係行咗長咀，冇信心可以完成得晒，因為中途冇得撤退，所以唔敢搏。大嶼山嘅三牙全走，我試過喺中九崖上鳳凰山，同由虎敲石河上西假牙落嗰2條片都覺得辛苦，要我全走真係未準備好行得啊！最後呢條橫湖出嘴摸鬼手，離開咗橫湖徑之後，出嘴嘅路亦冇得撤退，因為電話收唔到信號，出到鬼手都未必可以叫到船接你走。雖然呢條考牌路線路程係最長嗰條，但上落差距唔大，所以我真係好想可以順利完成到全程啊！又唔經唔覺經過咗高205米嘅八角山同高132米嘅昂莊山，面前嗰座係大嶺。11:50到達咗大嶺，近山頂位置有堆大石頭嘅附近，留意右邊望上去，擒上去有支標高柱，唔 Q 標嘅就唔需要擒，繼續前行。山長水遠先嚟到，我梗係唔會放過呢支高海拔152米嘅大嶺標高柱打卡啦。Q 完標就繼續向出嘴嘅方向，開始慢慢向下走嘅途中，喺中午12點正行到有堆搭得好整齊嘅石塊，原來係黃竹角墩台，係喺康熙年間寫住1668年。用於防範沿海居民內遷後嘅走私及侵襲，具極高軍事歷史價值。當時係瞭望台，駐兵5名，現在只係僅存堆石塊遺址。好啦，接住嘅山路開始急落去黃竹角咀，由而家身處緊呢個位置，行多400米左右，下降120米先會落到海邊。先環移一小段路，接住就要急落有成60至70度斜度嘅山路。呢段路除咗落得比較急之外，仲有好多碎石，又或者掹住旁邊啲樹幹落，慢慢落都 OK 嘅。好快就落到嚟黃竹角咀啦。出到黃竹角咀，再望向海，沿左邊嘅方向滾邊行200米，先會到嗰隻鬼手岩。影多啲滾邊嘅路況先。現在潮汐漲退海面嘅高度係1.2米，大家可以留意下呢個水位嘅高度。暫時都有好多石可以行。
搵邊行就冇話行邊條路嘅。總言之，行得到過去又安全就得啦。喺途中會經過血手岩，喺呢一刻我嘅心情興奮得嚟，又帶一點緊張。興奮係因為而家沿住裙邊呢度啲岩石好靚好特別，連自己個膝頭痛緊都好似忘記咗咁。緊張嘅係究竟呢一個水位摸唔摸到隻鬼手呢？如果個水位爭少少先摸到鬼手，我除鞋去摸都冇所謂啊！跨過埋呢幅2米高嘅石牆，鬼手岩終於喺我哋眼前啦！面前呢嚿就係鬼手岩啦，有一個角度先會似隻鬼手。鬼手岩擁有4億年嘅歷史，屬古老沉積岩，經過數千萬年海浪及風化侵蝕形成。非常之開心，唔需要濕腳都可以摸到隻鬼手。鬼手岩向住呢邊亦係打卡嘅景點，大家覺得似咩呢？冇錯啦，好似五花腩，又或者似一塊塊嘅煙肉。呢度就叫做煙肉岩。煙肉岩其實亦係沉積岩。岩層形成時本來係水平狀，但受到地殼變動嘅受壓，出現折曲，岩層慢慢咁傾斜，就變成現今所見嘅面貌，非常之吸睛啊！而家接近下午嘅1點鐘，就喺度大休食下嘢，慢慢享受欣賞下呢個咁特別嘅地貌。好，我哋喺度休息咗20分鐘，係時候繼續餘下嘅行程。呢度非常之大風，身上嘅衫褲同背囊都吹到乾晒。而家就返回剛才裙邊嘅方向，去返嗰條山路上返大嶺。由於裙邊嗰陣時，我消耗咗好多腳力，令雙腳嘅膝頭哥加劇咗痛楚。接住上返大嶺嘅山路又非常陡斜，簡直行到自己懷疑人生啊！仲行到搞錯咗啲嘢添。所以由大嶺上鳳凰尾附近呢段山路，以為拍緊片，原來係停機；以為停咗機，先至係拍片啊！所以就冇拍到啦。行到返嚟鳳凰尾，仲有一半嘅路程先到我哋嘅終點站大美督，仲有一半嘅路程係講緊仲有10幾公里。去到呢刻，雙腳痛到同自己講：咁辛苦為乜呢？出發之前好開心，好期待㗎。摸完隻鬼手，打完卡，回程就瀨晒嘢啦。同埋回程嘅路，剛才行過，條路又悶又冇乜特別，好似重重複複，不停係咁行，極度消磨意志啊！行到返嚟，早前從跌死狗落嚟，好多屍體喺度，重要嘅分叉位，我哋就唔好再上跌死狗啦。由左邊嘅山路出去環湖徑，由呢度至行返出環湖徑，大約呢900米嘅路都算平緩，只有某啲位置條路有多少外傾，要小心啲行之外。如果隻腳唔痛嘅話，其實條路完全一啲難度都冇。我想自己行得好啲，就定下一個目標。
我知道長排墩呢座山仲有一支標高柱，目標係喺天黑之前可以去到長排墩打卡。但而家身處呢個位置，距離長排墩有5公里，真係漫漫長路啊！下午4點45分，終於返到橫湖徑，仲有4公里嘅路先到長排墩。今日嘅日落時間係18點15分，得返個半鐘頭嘅時間，真係要加快腳步啊！但按照我哋而家現時嘅步行速度，我相信完成嘅時候已經係夜晚啦。而家天仲未黑，仲可以望到船灣淡水湖嘅景色。我每次去行山，最少都會帶一支行山杖傍下身，就算用唔着都好啦。假設有惡犬阻路，揸住支行山杖都可以壯下膽。行咁多次山，慶幸蛇就仲未見過，反而我狗就見唔少啦。今日我有所準備，帶咗2支行山杖，而家可以喺呢條橫湖徑大派用場，用埋雙手撐住向前行，喺速度上提升咗唔少。果然幫到手喎，唔係，應該係話幫到腳趾踭。經過咗鵝髻頂，行到 C2617 呢個坳位，仲要上埋虎頭沙、三山門、撥樹環山，仲有4個無名嘅小山頭，先會到，即係鏡頭遠方嘅長排墩。而家鏡頭對面嘅方向係西貢荔枝莊至海下附近嘅一帶。衝咗一段較斜上山嘅路，嚟到 C2618，行到高110米嘅虎頭沙。虎頭沙嘅山頂冇標高柱。我哋從山頂上望見長排墩。仲有幾個山頭要上啊！天色開始暗，冇時間俾我哋休息。希望接住經過嗰幾個山頭，上落差距唔會咁多啦。拍我唔到嘅。個天一分暗，好多啲蚊滋飛晒出嚟。呢度唔知點解特別多蚊滋啊！眼前周圍都係啊！喺虎頭沙山頂落山，經過其後嗰幾座無名小山頭，即係標距柱 C2621 行到 C2623，上落嘅差距好彩唔多，路都係算好行。就算係好行，我都係捱住咁去行，點都要頂到去大美督。而家我嘅背囊入邊仲留住咗成1.5升嘅水喺度，陣間上埋長排墩都應該唔使再上山，應該都係向下行，之後沿住水壩出大美督，都唔需要流咁多水，所以我而家先盡量灌水，減輕背囊嘅重量。下午6點15分，到達高海拔125米嘅長排墩，趕得切上到嚟長排墩嘅標高處打卡。咁即係話今日我哋橫湖出嘴摸鬼手，所有打卡嘅位都可以順利完成。上到嚟長排墩行咗23.5公里，距離終點大美督還有6至7公里，所以我哋都係唔休息啦。趁天未黑，盡快落山好過啦。從長排墩個頂落數十米之後，就要落石級路。好彩啲石級路唔係好大級，
我都仲頂得住。當以為真正可以落到山嘅時候，原來仲有900米嘅路，仲要係咁上上落落，咁好肯定天黑前都去唔到個水壩啦，要行到C2626先真正落山。之後個天都黑晒，連路況都影唔到俾大家睇啦。其後嘅路全部都係石屎路，而行到石屎路，經過船灣淡水湖嘅副壩、主壩，淨係呢5公里嘅路都要行成45分鐘先會出到大美督。而家做個少少嘅總結先，橫湖出嘴摸鬼手呢條路線對我嚟講已經係超過咗我嘅極限。雖然完成到全程，但到我呢條片播出街嘅時候，已經超過咗1個月。我嘅膝頭仲未可以行到山住，因為仲未完全恢復，上落樓梯仲有啲痛，所以今日嘅路線我相信唔會再行，真係行一次都夠啦。如果真係想去多次摸鬼手嘅話，或者會考慮坐船直接去鬼手岩嗰度，然後由鬼手岩起步上山，經跌死狗碼頭峰出烏蛟騰，即係逆走半程。因為跌死狗同碼頭峰嗰邊啲景靚啲，而且今日大霧睇唔到，都有少少可惜。仲有今日我算漏咗一樣嘢，就係未行到鬼手之前，啲水唔敢飲得太多，怕帶唔夠水，啲水唔夠飲，咁就大部分嘅路程都孭住幾升嘅水負重嚟行山，亦係加劇咗膝頭痛楚嘅原因之一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最後我哋總共行咗30.6公里，用咗13個鐘頭45分鐘嘅時間，行咗58,180步完成行程。之後我哋搭75K 巴士離開大美督出大埔食晚飯。好啦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